即时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是《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12节。伫个台语汉语本的149页，迄是咱斗阵来看头前的投影。咱斗阵来读。伫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若人，就是巴拉巴甲称做年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邻军希律，同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因服侍主。禁食的时，信神讲，就甲我分派巴拉巴、扫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对安尼禁食祈祷，用手唤因，就找因去。因已经奉信神所找，落去西流基，对遐搭船去居。伫撒米拉米传上帝的道理，伫犹太人遮的会堂，也有约翰做因的帮手，行过通海树到帕湖，拄着一个行邪术做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巴耶稣，迄人常常甲总督。事求保罗三角点，总督是聪明的人，伊叫巴拉巴、扫罗来，爱听上帝的道理。迄个行邪术的伊嘛，伊的名翻译就是行邪术的第两人，爱引诱总督，互伊无信。若是扫罗也名保罗，互信心充满，主目看伊讲：哎呀，你充满正行，鬼客甲奸恶的，魔鬼的囝，正行义的对着，你混乱主遮的正路也毋煞吗？但你看。主的手伫你的身上，伊要亲你，暂时袂看见日，伊的目睭连面烟远乌暗，世界求人牵伊，总督看见所做的事就信，大奇怪主的教示。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即个世间有万项物去因阮的眼目，去因阮的心，求你帮助阮会当分别，什么是主你所要赏赐互阮真正有价值的，互阮会当去追求得到，并且满心欢喜，一生行伫主的道路。阮满心感谢，担将今仔日这段时间全然交托伫主的手中。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咱这一两礼拜应该讲一个月，咱会先眼讲会读经本，所咧读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呢，伊是串联4本的福音书。甲后面遐个即个书信，即个中间，那亲像一个桥梁共款。如果若是无即个使徒行传的时啊吼，咱咧读即个新约圣经，就敢若毋知影头，毋知影尾。吼，头前是4本的福音书，后面的书信是安怎会当来结连做伙啊吼？所以会互人感觉真袂晓。感谢上帝赐了这个使徒行传，大家拢知影使徒行传伊的作者是啥物人？路加，伊是啥物？
伊的职业就是啥？是医生。医生即款的人啊，吼，是上讲究科学，上爱用即个理性来思考，总是非常奇妙。上帝拣选路加来写路加福音书，伫遐讲到在世女怀孕生囝，并且伊互即个路加来写使徒行传，内底充满足侪新业技术。这实在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拢真学得了解。总是上帝伫遮来拣选路加，互伊会当因为信主，伊的心口主得着，伊确信这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伊有法度伫遮来写出路加福音书甲即个使徒行传。即个路加即个使徒行传。伊的中心的思想，来，未讲完哈。伊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见证耶稣，见证耶稣，特别是通过见证耶稣来起造即个上帝的国度，就是教会。兄弟，上帝的心意就是要通过教会，通过教会。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伫咱中间每一个互上帝所救赎、所拣选的人，伫圣神内底，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有信心、有勇气，会当好打来跟对主跑走这条天路。所以上帝通过教会。拣选咱互咱成做伊所要来活出即个耶稣基督芳芳一气的即种的属灵的人。兄弟姊妹，咱要起造教会，敢有简单？非常是无简单，因为咱伫咧起造教会时，首先就爱有即个上帝国度的观念。请问观念，也就是咱的价值观、咱的想法，要改变，还是要更新？减有容易，减有简单吗？通常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就算讲是军队耶稣有3年久，伊亲目看见耶稣行遐尼济新业技术，看见即个耶稣国活会遮的门徒。因对伫主耶稣所要起造的即个上帝国，嘛是无清无楚。所以伫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伫遮有记载讲，当主耶稣要上天的时阵，伊甲门徒最后一次会伫遐来聚会。伫迄种重要的即个场所的时，门徒咧问耶稣的一个问题。竟然就是讲，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检是伫个即个时吗？因知影耶稣要起造一个国度，却毋知影到底是甚物款的国度，是伫即个地面上的国度吗？所以即个问题，咱会当知影，一直到迄个时，门徒对伫上帝国的即个认捌。也阁是真细，阁熟悉，阁属伫即个世间地面上的，因甲一般犹太人同款，对伫弥赛亚即个国度的观念，是期待主耶稣会当来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即个统治，来起造一个政治上自由独立的即个国家，总是。咱知主耶稣伊所要起造的，却是合适上帝款式的即个国度。即个国度的基础是起造伫一群见证耶稣的即个教会的顶面。所以门徒的观念、因的思想、因的价值观，需要被转化。唯一会当转化人心内底迄个固执观念的，只有圣神。所以主耶稣对伊的学生安尼讲，要凭着家己的权柄，
所要定着的日子，毋是恁所会当知。总是主耶稣讲啥？道圣神临到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到这个权力权柄，并且要伫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来做我的见证。虽然门徒当时无明白耶稣咧讲什么，总是因有缘凭着迄个顺服，所以兄弟姊妹。伫信心内底，伫信仰的内底，真侪代志咱也无法度明白为什么。总是咱毋免去甲即个侪精神放伫咧超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真侪时你可能找真久，可能才有法度找着。总是咱就只有安那顺服，即个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毋通伫遐纠结纠结讲到底为什么？为什么？结果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所以后来咱有看见，果然伫咧五旬节，遮个门徒领受着圣神的管压，因的生命伫遐得到完全的改变。兄弟姊妹，2000多年前，当遮个门徒来领受即个大使命。要将主耶稣救赎稳定，这个好消息，对耶路撒冷要传到犹太，要传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实际上，因领受这个使命，嘛是心内真迷雄、真彷徨、惊吓，总是因顺服去做，一步一脚印，竟然互2000年了后的咱嘛来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兄弟，真侪时阵，当咱迄个时无明白，总是上帝的准备，上帝的准备。所以咱必须做的就是透过更较侪的祈祷，互圣神来带领。咱嘛爱来查验，并且来做好的这个交通。才会当得到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所以请问兄弟，你掠这个事做稀奇吗？通常，咱的想法甲咱的观念，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观，是通过社会文化，也是咱的家庭、家族的这个遗传伫遐根深蒂固来。种伫咱的心内，总是食的米，通常会诚做，那敢若一个即个枷锁，一个铁链共款，将咱绑条条。其实变成互咱离开上帝的心意，嘛无法度来领受上帝真正的祝福。所以，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每一日的这个读圣经。拢需要有圣神来启示咱心中的目睭，互咱有上帝心眼光来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咱去追求的。咱伫使徒行传的结果，顶礼拜牧师有讲一书一寡，现在我阁小可补充一寡。使徒行传伊的结果简单来讲，会当分做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对第1章到第2章，12章；第二个部分对13章到28章。第一个部分是掠这个耶路撒冷做中心。第二个部分是以安提阿伫遮来做中心。第一个部分的主角就是这个彼得，第二个部分保罗变成做这个主角。伫个第一个部分记载一个外面传福音，对耶路撒冷犹太甲撒玛利亚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开始。第二个部分记载另外一个，就是对安提阿到亚细亚
一直到罗马到地极，所以咱会当家己即个第一部分的彼得，甲第二部分的保罗，因所做的事工来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即个路加伫遮来编辑的时阵，伫遮有真共的即个结果这毋是巧合咱伫遮来看到讲，遮所写的即个彼得的事工第1章到12章，咱伫遮会当看。咱看见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医好摆骹的对付行写世术的即个西文伫遮咱看遮的事件。当咱一章一章来读的时，你会看得真清楚。咱嘛看见第2大部分保罗的事工，对13章到28章，以安提阿伫遮来做中心。伊就有第一次传道旅行第2次、第3次的传道旅行。所以伫遮咱会当看清楚。你嘛会看见即个表内底来整理出来，有看到讲因的即个真共的即个结果的遮的代志。兄弟姊妹咱对这2大部分的比较，就会当来明白使徒行传伊的结果。甲伊的即个重要的经文是真配合甲麻，就是当圣神圣神临到伫恁的时，恁要得到能力，要伫个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来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咱伫遮看到讲，上帝做代志是有迄个顺序。有迄个顺序，并且是结连做一块。请问你看即个事做虚奇吗？毋通袂记哩。伫人所袂为的，伫上帝凡事拢为。咱看做是虚奇的，总是上帝要将伊的圣神临到伫咱身上，互即个事变成做那亲像真普通一样。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的经文，拄好是《使徒行传》第2大段的这个开始。圣神伫遮要借着这个扫罗，也着后来称做保罗的这个伊的海外的报道，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推当时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福音会当成做一个普世性的救恩甲祝福。使徒行传第13章，伫遮来记载安提阿的这个教会，伫圣神的引出下面，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往外邦来传福音，并且记载因第一次甲第一个甲第2个这个地点即章伫个最后，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因递到保罗因后来决定将即个福音传往即个外邦人。所以咱来伫遮来看即个我下第一个咱第1节到第3节，伫遮讲到因顺服伫个圣神的即个差遣，伫即段经文内底记载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甲称呼尼格的西面鼓励内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同齐饲伫王宫内底的即个马念，抑阁有扫罗因侍奉主。禁食的是圣神甲伊讲，爱为因来差派巴拿巴甲扫罗去调因做伊所要爱做的工，所以因着禁食祈祷，遮的先知花手伫因的头前，着互因伫遮来出去。兄弟姊妹，即个叙利亚的安提阿，
叙利亚的即个安提阿，伫今仔日土耳其的即个境内，伫个地中海的即个东边遮，当时即个叙利亚伊伊即个是非常的丰盛富裕，你看这是一个港口，港口是当时伫迄个巴勒斯坦，也是叙利亚、小亚细亚中间必经的即个道路，迄个即个安提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安提阿即个所在，伫个当时首都的时代，人口差不多有50万人，是当时会用讲是世界第3大的都市，迄个罗马第1，甲即个埃及的即个亚历山大第2，过来就是即个所在，所以因的交通非常的即个方便。大家看下骹，搁较下骹有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当时贸易海外贸易足兴盛的即个所在，所以会当讲即个安提阿即个所在，当时是一个国际的城市，国际的城市，即个国际的城市，所以伫个安提阿的教会内底，因的领导团队嘛是有真济国际性代表的人，伫遮讲着讲，因的团队内底有即个先知甲教师。第一个就是巴拿巴，即个巴拿巴，咱知影，伊是巴拿巴的名叫做劝慰子，伊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非常有疼心，所以即个巴拿巴当时来到伫安提阿的即个教会时教会伫遐徛起，先用做主线，才会社区工作来做开始。巴拿巴用伊的疼心、热心伫遐来服侍。过来讲到即个西面，即西面佫叫做尼格。即个尼格的意思就是乌人，所以有可能即个人嘛是非洲人乌人第三个叫做罗球，是一个古利奈人，古利奈就是现今北非，北非利比亚，北非非洲利比亚的一座城市，所以伊嘛是有可能来自迄个所在。当时虽然犹太人分散伫个各所在，总是因为这罗马时代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的时代，因将这个道路起造到非常的方便，这个一个印高铁几条所以呢，因来往之间是非常的方便犹太人的侨民、侨胞，定定拢会当转去到耶路撒冷，所以有可能伫迄届的五旬节的时阵，咱知影讲圣神降临的时，遐真侪人伫遮转来参与伫五旬节的即个节期的时，因伫遐来听到彼得的即个讲道，然后伫遐来信主，有真济转来到因的故乡，来第四是这个马念，伊遮圣经讲伊是甲希律王同齐饲伫个王宫的人，所以可见伊是出伫个贵族世家。最后是一个扫罗，这个扫罗是一个经学士。咱知影扫罗学问非常的拔足，会当讲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所以咧，这个巴拿巴真敖做主线，真有疼心。保罗真敖传福音，会当将这个圣经来整合，非常的完整。所以兄弟姊妹，教会的起造，毋但爱有疼心，阁爱有真理。疼心甲真理。爱三平衡，平安尼，两边袂使伤过，伤过安怎？才有法度来兴起这个教会。这个所在，就是这个
土耳其伫个托尼基，阮当阵2019年，我甲牧师有去到伫个即个托尼基，伫遐，这就是当时安提阿教会，伫这内底，即个安提阿教会到底是甚物人起造的啊？圣经内底无讲，总是伫即个所在，即个所在以后，迄个头前遐有一个匾牌，伫遐写啥？写圣彼得。圣彼得起造即个教会，大家有兴趣，该我较来甲大家来分享，所以咱伫遮讲，这遮特别提到讲圣神差派引起即个宣告，当因伫遐敬遮祈祷敬拜神，因的心是按上帝圣神伫遮来天开的，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哩。咱爱会记哩，就是感动你的圣神，同时嘛是爱感动其他的人。所以圣经定咧讲同感一灵，即个圣神会甲你启示，同款嘛会甲别人启示。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印证圣神甲你讲话的方式之一，就是别人是毋是其他的人。同款有领受到即个同款的圣神，同款的圣神，圣神互咱会当有一致的想法、讲法甲做法。若是敢若你有即个感动，别人无的时阵安尼咱着爱小等一下，毋通伤着急，爱至少大部分人。拢有同款的即个感动的时阵，咱来做即个代志，才会较紧，才会真紧的来成就。伫遮圣神讲，为着我来差派即个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要做的即个工。即个所以咱伫遮看到即个因就顺服。圣神的即个差遣，就来到即个西基牛伫迄个所在坐船去到基比路，基比路就是即马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伫个规个过程的当中，因拢真敏锐，敏锐的来领受，按照圣神的引带，互因来到一个西基流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即马嘛是足水的一片迄个海港海港大家若对即个所在有兴趣牧师伫2019年去到即个土耳其的时捌写一寡文章，伫个咱教会的网站的内底有介绍阮毋知是11天还是12天，我袂记哩去到去到即个托尼基遐，每一个城市迄个我拢有伫个网络上，所以大家会当若上咱教会的网络来去遐看所以咱伫遮看到基比路就是今仔日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东边一个真大的岛屿，有看到即个岛屿这岛屿真大所以因即届的海外传道即个所在嘛是巴拿巴的故乡，巴拿巴的故乡。所以第一次的海外旅游就是掠巴拿巴的故乡做第一站。咱若读《使徒行传》，你就看到讲圣神降临迄个时，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人，嘛有基比路的人所以伫遮讲到讲，这是一个真合宜的选择。因为即个基比路迄当阵已经有基督徒即个基比路对即个信徒对传福音嘛真有负担，所以因头一站就来到即个基比路伫遐讲伫遐来讲到讲因伫犹太人的会堂来传讲上帝的话，所以因先来到即个撒拉米
撒拉米就是基比路东华一个真重要的城市。当时有真侪犹太人住伫迄个所在，犹太人真够做生意，所以港口、海口拢是因做生意上好的所在。伫遐嘛有真侪间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因自从因伫个2000多年前亡国了后，因若每到一个所在有10个犹太人的家庭，就会伫遐起一个会堂，伫遐来敬拜上帝。有10个家族，有10个家庭的犹太人，就起做一个会堂。所以因伫遐来伫先伫个会堂内底来犹太人来传福音。兄弟姊妹，初代教会因传福音的原则是先犹太人来传，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有旧约的圣经做印证，所以伫旧约的圣经内底有记载真侪关系弥赛亚的这代志，所以应该讲起来，犹太人是特别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才会使徒每到一个地方，就伫个犹太人的会堂讲道，要甲即个旧约圣经，甲耶稣基督上帝所竞选的弥赛亚，甲伊结连做一伙。总是咱知影，犹太人世界上界聪明的，因的心嘛特别骄傲。你想看迄当阵，因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的。总是因竟然甲罗马人看做是啥？看做敢若狗共款，看袂起遮个外邦人，感觉上帝救恩甲因无关系。你看即个民族竟然会当骄傲到即种的程度，因是足聪明，嘛是足骄傲，心特别硬。因内底迄个骄傲的灵，互因掠十字架做见笑。犹太人掠十字架做见笑，所以因要看的是啥？毋是伫十字架耶稣啦，是要看迄个骑白马会当带因攻破罗马帝国的即种的耶稣。所以因毋肯相信上帝的救恩是借着十字架来临到伫因的心中。所以即种灵内底的骄傲，互因来拒绝耶稣，这顶十字架的耶稣，嘛安尼，互即个福音有机会会当传去到遐个谦卑，愿意接受外邦愿意接受耶稣的即个外邦人，这是你掠做奇妙吗？这拢是上帝圣神的引带甲带领，所以咱伫遮看着讲因伫遐受拒绝伫迄个所在，咱看到上帝伫遐一个真大的目的伫个即个所在，因阁来到伫个帕弗即个所在，赢过即个术士，即个术士8先知，然后保罗改名扫罗改名做保罗，所以伫遮讲着讲。因经过全岛来到即个帕弗的所在，伫遐拄着一个有法术，有法术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即个世间有上帝圣神咧做工，嘛有邪神咧做工，所以即个法术是会惊邪神的。伊看起来敢若嘛会惊神力，总是伊的神力安怎？只是局限小部分利益，小部分利益。伫遮讲到即个人叫巴耶稣，常常甲当时即个方伯，咱台语圣经翻译叫总督，以前咱台湾有总督府，台湾的总督府总督，即个总督讲即个总督叫做四求保罗，四求保罗伊是一个通达的人。圣经讲通达就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对真理真敏感，
所以伊要请保罗巴拿巴甲即个扫罗来，伊讲圣经讲啥？要听上帝的道理，总是即个惊写信的即个以鲁玛抵挡保罗，叫即个总督毋通信即个扫罗个名保罗，伫遮改名，伫即个所在正式改名，互圣神来充满。伊伫遮自信看伊讲，你这充满逐样诡诈魔鬼的囝，才会受着你混淆上帝话，抑阁无停止吗？伊讲怎啊主的手要伫你的身上，互你青眉，暂时袂看着日光。圣经讲，伊的目睭马上黑暗，求人牵伊的手。所以伫遮讲到即个总督方伯看见所行的遮个事，就感觉真稀奇，伫遮感觉真稀奇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读到即个所在，看到上帝带因来即个所在，基比路即个所在，到尾是要来引带即个啥？四求保罗即个总督要伫遮来信主。兄弟姊妹，方伯即个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即个官的名，就那敢若巡抚咱嘛讲做就是即个总督，总督只是即个巡抚是罗马皇帝所委派，即个方伯即种的职份是元老院，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元老院，即个委派。就皇帝甲元老院这地位差不多安尼，可见即个基比路这个所在，基比路这个所在是伫当时是迄个直辖的省份，罗马直辖的省份非常的重要即个方伯四求保罗伫迄当地嘛有真重要的即个地位甲影响力，兄弟姊妹。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传福音，互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般的人，甲传福音，互迄个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亲像大学教授啦，即个律师啦，是行政院院长等等，即种有影响力的人，你想看觅，对一种的果效果较好咧，较大咧？请问，如果你的头家信耶稣，你会缀伊来信耶稣吗？如果咱的台湾的总统是基督徒，请问你信不信嘛会来信耶稣？当时咱讲咱的台湾总统蒋介石是迄个基督徒，真侪人嘛缀伊来信耶稣。所以，即个福音要建立传互迄个有影响力的人，这嘛是非常的即个重要。虽然咱无讲分迄个平民是贵族等等，所以咱顶礼拜什么书咧分享的是有讲到即个路加写《使徒行传》，伊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为即个保罗来伸冤，所以咧。伊伫遮来特别来讲记载即个事，就是讲到伫罗马帝国内底，即个重要的官员，亲像即个四求保罗，即个方伯即个总督，伊信主的即个过程，所以伫遮嘛特别讲，即个四求保罗是一个真通达、有智慧的人，伊较无上帝话。就特别来去邀请巴拿巴甲保罗去引导伫遐传福音，互伊听。却有即个方式即个行法术的即犹太人巴耶稣，即个人咧巴结有关系的人，并且主动即个总督伫遮来接触福音因为即个即个抵挡的人互即个反驳，互即个无法度来听即个真理，所以扫罗即个时，互圣神伫遮来充满，
勇敢来抵挡即个对敌啊吼。伫遮咱看扫罗的名对遮来改变伊原本扫罗即个人，原本是一个困逼教会、掠基督徒去关去抬的人，迄个人叫做扫罗。怎么伊变成做即个外邦人来宣导、来见证的即个保罗，伊靠着圣神的气力来宣告即个人。伊要安怎目睭暂时青眉，兄弟姊妹，目睭暂时青眉，这其实嘛是啥？嘛是扫罗迄当时伊家己的亲身的经验。咱会记得，伊本来要去到大马色的路，要去伫遐来掠基督徒去关，总是伫迄个所在拄着主的光照伊，互伊的目睭暂时青眉。伊来问讲你是虾米人？主来讲，我就是你所困逼的耶稣。互伊亲身经历着神业，兄弟姊妹，福音的传，即个宣传啊你伫遮看到讲圣神伫头前咧做工，常常是有迄个神业技术伫遮来发生，才互人的心会讲，这甲我以前的想法观念无共款。所以，若是无信心伫咱当中的时，咱的心拢会互过去的遮个代志啊伫遮来捆绑着，咱无法度开咱的目睭来看到上帝要做新的代志。所以，咱伫遮来看到讲即个扫罗来变成做保罗，兄弟姊妹，撒旦定伊会起来蒙蔽遐个无信的人。互因心内底目睭伫遮来青眉，遮讲无互荣耀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来照因，定定咧故意挑工来阻挡主的光照。所以咱伫遮来看去，总是咧，咱伫遮看到讲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互咱的心会当开看去，是因为上帝的话。所以有能力来完成上帝要做的事工，毋是咱家己有外熬，毋是咱家己有外熬，是圣神的气力圣神伫遮带领即个巴拿巴甲保罗第一次的海外传道，就得到伫个基比路即个所在，即个总督事求保罗即粒真美好的即个果子。虽然事求保罗甲咱拢共款，伊信仰的过程起造嘛是先看到神业，总是真重要的是，伊无掠看神业做满足。如果你若是一心一意都无互我看到我就毋相信。如果你一心是安尼的时，颠倒变成这啥，陷入撒旦的诡计。因为咧。神业你看法利赛人当时缀耶稣的后壁骹前后安尼看偌济耶稣做迄个耶稣的神业，总是因无爱信也是无爱信。所以咱爱求圣神的帮助，毋是互咱看到神业咱才要信，乃是咱爱安怎爱较无上帝的话，你爱来明白圣经上帝的话。所以真侪基督徒咧追求神业的即个见识，真爱听人咧讲我的癌症得到医治，上帝怎样，互我的病痛完全得到医治。兄弟，病痛得到医治后来你减袂蒙主温调吗？阮婆婆伫咧少年的时，捌得到迄个肺结核，年轻做查某囡仔的时阵，伊迄个是非常的失智伊安尼足有是当时的才女，足够拍乒乓，足够裁缝伊阁生做安尼水当当是美女呢，结果伫安尼少年的时就得到即个肺结核，因老爸是医生啦，无法度伊查某囝得到癌症，得到迄肺结核无法度
伊就安怎？伫迄即个房间1年的时间，踮咧遐了。后来讲甲上帝做一个祈祷啦，主啊，你若互我吼即个病得到医治吼，我愿意嫁互牧师啦。伊就做安尼祈祷，结果真正伊的病就好啊。今年100岁。今年100岁，望子文调，咱拜六要过袂熟啊！总是兄弟姊妹啊，恁看，伊是对一个姑娘啊，小女生安尼吼，10几岁安尼会当上帝医治到活到100岁，这是毋是奇了？神迹！总是兄弟姊妹，咱毋通掠讲要看神力来做主，咱爱看做是啥？追求上帝的道。伫咧咱人生的这路啊有时咱嘛拄着艰难真侪困难总是毋是上帝你甲我这个困难踩平我就要来信主咱爱求的是啥物？上帝你互我有气力有能力活过这困难，所以你的能力你内底心内底的力量加强，这才是真正重要，毋是你眼前的困难消除是你心中的这个气力，这要对倒位来呢？是要对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讲最重要是因为明白上帝的话，伊的性命得到更新，来活出上帝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咱是爱以上帝话、圣经内底这个真理来做希奇，来领受圣神的教导，互咱原本是受伤、破碎，也是无合上帝心意，软者软弱的遮个，拢伫主内底得到造就，得到更新，得到气力。所以伫咧遮讲到刚强。软者变做刚强，软弱变成做勇敢，这才是圣经要改换咱的这个观念，咱的心思意念，要伫主的话内底，伫圣神的帮助，日日更新来变化。求上帝帮助咱，无掠看做是看神掠。看病得到医治啦，欠债得到还清啊，安尼突然间得到几亿的这大家乐咱教会就会当紧买几间大间起来，毋是掠做做神掠，是兄弟姊妹每一个人心思来改变，互上帝圣神蒙着，这才是真正的神掠这是咱来祈祷，主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帮助阮对主你的话来得到气力，互阮软者变成做勇敢，互阮软弱变成做刚强壮大。因为主你的话是阮的气力，你的话是阮的智慧，是阮的亮光。求主帮助，互阮砥你的脚步来行。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